Hello， 親愛嘅 fans 觀眾朋友仔，大家好啊！又係我 Tommy。嗱，今日帶各位嚟到我哋十里銀灘三期海月灣嚇，屬於中心位置嘅一個小區。咁今日介紹呢個單位咧，先講價錢先，268000高層21樓嚇，望山景，重點就係大乾濕分離嚇。咁有 fans 就會問啦 ，Tommy 你昆我啊？海月灣邊有大乾濕分離區嘅啫？有29同30棟。只有呢兩棟，因為佢嘅外形、外觀包括埋建築入邊嘅格局咧全部都係同迎海南、迎海北一樣嘅，係75平同73平嘅大兩房。重點就係全新更屋，視野開揚，景觀非常唔錯，望山景咁出入都好方便。嗱，可以睇到我而家企喺佢呢一個棟數嘅樓下，呢個門口咧一出去就係右手邊就係我哋阿婆角市場啦，左手邊就係往三期嘅交通中心萬田超市啦，包括埋我右手邊咧就係去迎海南區嘅，呢度有一個閘口嘅，用業主 D 卡就可以出入啦。廢話少講睇下值唔值呢個單位，究竟有冇我講嘅咁筍咧？嗱嗱聲一齊上樓碌一碌先。而家上就呢套單位咧，全新更屋佢係75個方嘅，咁可以睇到嗱，佢75方咧，同嗰2平方區別真係你話差得大又唔大，少又唔少。咁你可以睇到佢75平方同73平方區別，75咧就係褪咗入去嘅。咁呢度仲多咗個鞋櫃位置全新更屋就簡簡單單同大家講下，飯廳位置就擺呢度，你都可以做多個餐邊櫃做櫃嘅佢呢隻空間係非常之好用。咁客廳嘅闊度咧係去到3.1米嘅然之後沙發位置係擺呢一度啦，電視機位包括埋你做多個電視櫃仍然唔會顯得好壓迫嘅，因為你闊度有3.1米啊嘛。嗱，重點就係睇佢嘅景觀，268000東北向望山景，相當於中心位置海月灣29棟，俾大家睇下，唔會去差得去邊嘅。你諗下20幾萬就可以買到視野咁開揚嘅單位，真係少之又少嘅其他嘅話都要29啊，甚至乎3字頭啦全新更屋最緊要就係睇佢啲牆面有冇甩皮甩灰嘅啫，呢套係冇嘅我覺得呢套應該係炒價放盤啦，因為而家好少全新公屋幾乎都有住過或者住咗一段時間。先講下佢廚房先。嗱，開發商交標，油煙機全部新嘅可以用嘅，完全冇問題。睇唔睇到啲燈全部着，俾大家聽下聲音吸力係足夠嘅，所以就唔使去換。咁你呢度買翻個大雙門冰箱雪櫃就 OK 啦。然之後買翻個灶台，師傅幫你免費開好窿。咁呢個凹位咧，你可以裝翻個消毒碗櫃、洗碗機都係 OK 嘅。入邊有裝好插蘇嘅開關面板，你唔使另外咁拉線。睇下佢有冇開水有開水水壓都係冇問題，包括埋天花吊頂石膏線嗰啲係唔使去執去補嘅再行翻出嚟睇下佢露台。露台嘅話，我建議就封翻個窗啦，畢竟樓層係相當高咗少少嘅咁再睇埋佢點去擺設咧，全部同你留好咗啲位全部同你預留好嘅。熱水器係裝呢一度，洗衣機位係擺呢一個位置，包括埋仲留咗個拖把池位置俾你哋咁天花吊頂都係 OK 冇問題嘅。咁再行過嚟睇下，講下佢呢一個客房先。嗱，可以睇到大家都有海月灣，但係29同30棟嘅海月灣咧係同迎海嘅戶型一樣嘅而且佢呢個門口係靠近呢個阿婆角中心市場嘅即係話街市。第二，房間真係大咗好多，重點就係好多人問嘅乾濕分離區海月灣其他棟數你大家都知係冇嘅，而且係好窄佢呢套唔會。稍後仲大家講下嗰個沖涼房。房間你擺張2米嘅床都冇問題包括埋呢個位置預留好衣櫃位嘅。然之後咧，再仲有呢個位咧係可以擺多張梳妝台景觀都係非常之開揚，視野唔會話好壓迫好窄咁嘅俾大家睇下。咁窗邊那位咧都係檢查過晒，冇甩皮甩灰嘅牆面都係好新淨，白雪雪滑捋捋，用嘅我哋呢隻木紋地磚。咁再行過嚟睇下佢主人房先。主人房檢查過呢啲
係冇話反揀甩皮甩骨，場面係好靚仔。呢個位啦，擺多一個做多個衣櫃，然之後再擺張1.8米嘅床都係 OK 嘅。呢個係一個類似 L 型嘅落地窗嚇，成間房而家係5點半接近6點啦嚇，都係陰天地，冇開燈喎。入到嚟係好光猛嘅，唔會話陰沉沉啊冇生氣咁嘅嚇。咁窗邊那位都係同大家 check 過晒係冇滲水漏水嘅嚇，而且冷氣位係裝喺呢一度嗱。重點嚟啦，俾大家睇下佢呢個沖涼房，乾濕分離區，活動空間係好大。如果你話嗰隻67啊或者69平嘅兩房咧，可能係少，冇錯。少咗呢一橛就長咗少少嚇，好壓好窄。當然唔係佢哋唔好嚇，價位啊，包括埋景觀要配合埋景觀噶嘛，啱唔啱先？嗱，咁呢個沖涼房乾濕分離區，全部嘢全新嘅，未用過未喐過嘅，包括埋去水同時打開嗱，完全冇問題嘅 ，OK 嚇。而且佢呢個浴室櫃鏡咧係帶儲物空間功能嘅，天花吊頂係冇甩皮甩骨，冇滲水漏水嗱。OK， 咁呢套性價比招環單位咧，我哋就介紹到呢度。接落嚟同大家講下最關心嘅一個環節，就係佢嘅 money。嗱，咁而家業主紅本房產證係在手嘅喎，房產證面積咧係75平，再賣嘅價錢咧係268000。咁至於費用方面，你只需要交個契稅啦，仲有中介服務費就 OK 啦，冇其他勒窒隱藏收費。水電物業都幫大家查清楚晒，係冇任何欠費嘅。OK， 咁優點講咗咁多啦，接落嚟講下佢嘅缺點啦。其實間屋價錢又對得起呢個價錢，位置又對得起呢個位置，所以真係冇太多缺點可講嘅咯。268000，你諗下，山臨海，稍為二期樓層好少少嘅啊，保養好少少嘅，都要去到呢個價，所以呢啲就過啦。嗱，想了解呢一套單位嘅詳細費用、詳細情況咧，嗱，記得 WhatsApp 或者 WeChat 我哋。同時我哋公司喺深圳每個關口每日有免費嘅專車來回接送各位嚟呢邊睇樓，仲包埋餐。訂閱我哋頻道，每日有咁多嘅優質筍盤、靚盤推介到俾大家之餘，就算呢套單位唔啱 fans 胃口心水都好 ，WhatsApp WeChat 我哋1對1私聊服務，講你哋嘅需求俾我哋聽，馬上立即匹配到你哋所需嘅單位、心儀嘅單位。最緊要就係幫你哋慳時間、慳精力、慳心機，一次成交，衷心服務大家嘅。OK，呢期我哋講到呢度，下期再見啦，拜拜。